也若真可能的争议，昨昏伫高雄市议会国民党团在质询的时，有议员是撒卵，当场要求市长陈其迈也有市会官员来做伙食卵，算是实案。现场陈其迈有问讲这卵来源是倒位，伊讲只要有标示，伊就加食。 不满进口卵混国产卵引起食案议论，高雄市议会国民党团青沙质询时，批评政府无好好监督食案。议员陈美嘉现场提出一盒卵是进口甲国产混合的产卵，伊要求市长陈其迈现场食，市长是错一条，问讲卵是倒位来，敢有符合 CAS 标准？那我可以问一下鸡蛋的来源吗？ 鸡蛋的来源在高雄市啊，鸡蛋在全联买的，鸡蛋在全联买都有啊。对，进口蛋也是有好的啊，你不要栽赃进口蛋啊。符合 CAS 的标准呢？哎，这个是在超市买的啊。 议员嘛将产卵分互现场每一位官员食，毋但国民党团提出卵的议论，民进党团嘛也关心，认为进口卵入来台湾就爱明确标示。议员问讲，即马市面上敢有歹去的卵，也是有毒的卵？市长陈其迈表示，目前都无接到相关的消息，强调若是发生伫高雄市，伊一定会严格监督。有没有查到坏掉的或者是有毒的进口的鸡蛋？请市长回答。 除了有议员检举之外了哈，应该是没有收到最近有一些这特定的一个食安的检举的事项。那假如是有，我们的是依法严查。另外，高雄市议会暗算伫10月初3要召开高雄市进口鸡卵起早专栏报告，到时阵请市府团队到议会报告接受质询，严格监督高雄的食安健康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